Hello， 歡迎大家嚟到 Football Feel 啦。阿 Kira 上個禮拜咧又貼中咗阿仙奴對紐卡素6.5倍波膽噃，咁幾好啊！今個禮拜嘅焦點賽事咧有愛華頓對曼城，係睇賽事預測之前都係重溫翻上個禮拜成績先。上個禮拜貼中咗5場主客和同1個波膽，阿仙奴對紐卡素中咗1.15倍主客和同6.5倍波膽，水晶宮對曼城中咗1.3倍主客和。新特蘭對卡迪夫城中咗1.65倍主客和，曼聯對諾域治中咗1.2倍主客和，西布朗對韋斯咸中咗1.73倍主客和。上個禮拜我哋貼中咗最多嘅主客和係西布朗對韋斯咸有1.73倍，而最多嘅波膽係阿仙奴對紐卡素有6.5倍。今季一共預測咗357場波，貼中咗176場主客和同41個波膽。命中率超過49%，全季貼中咗最多嘅主客和係熱刺對紐卡素同埋利物浦對阿士東維拉有6.6倍，而最多嘅波膽係諾域治對愛華頓有13倍。呢場睇下韋斯咸對熱刺，呢場倫敦打比咧好似冇咩好爭噶啦，咁大家會唔會 hea 住踢呢？韋斯咸咧拎咗37分啦，咁夠晒分護級噶啦，咁熱刺就無緣爭前4，咁而歐霸席位又到手啊，咁相信咧雙方都會踢得輕鬆啲啦。咁不過韋斯咸近期表現比較差，咁睇好熱刺贏3-1。預測賽果韋斯咸對熱刺係1-3。呢場睇下史篤城對富咸，富咸嘅防守係全英超最差噶，咁今場有冇機會搶到分護級呢？其實兩隊嘅攻擊力咧都不相伯仲噶，咁不過雙方嘅分野咧始終都喺防守上邊，咁史篤城嘅防守真係穩固好多噶，咁相信佢哋可以喺主場小勝1-0。預測賽果史篤城對富咸係1-0。呢場係焦點賽事，愛華頓對曼城。曼城咧只要贏埋剩低嘅賽事咧就可以攞冠軍噶啦。咁愛華頓會唔會幫佢哋嘅死敵利物浦令到曼城失分呢？愛華頓咧爭前4嘅機會相當渺茫啦，咁再加上唔想死敵攞冠軍啦，咁戰意成疑。咁而曼城咧就知道只要贏晒所有賽事就可以憑得分球再嘗冠軍嘅滋味啦，一定會出盡力嘅。咁睇佢哋贏2-1。預測賽果愛華頓對曼城係1-2。阿 Kira， 不如等我哋重溫翻今個禮拜賽事預測。好，韋斯咸對熱刺1-3，史篤城對富咸1-0，愛華頓對曼城1-2。